大家好，本阳曙光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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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巴俺黑敏珠，今天的明珠来到了清江国小，要来找一个山婉然剧团的团长。听说呢，他在这边呢，透过扑推机教小朋友共哈嘎发哦。让我们一起来去看看老师上课的情形。老虎的客家话你会说吗？不会。记起来，老虎，老虎。好，这位姐姐哦，是很厉害的课语姐姐，而且她操作一下，要不要？不会有，我就整个在老师，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啊，就是想说教小朋友讲这个布袋戏的客家话。扑胎机，谁会的？好，这个小男生。扑推戏，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来这个世界，青好宽，扑台戏。老师刚才在看你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，小朋友整堂课啊笑声不断，他们都好开心哦。透过我的专长，就是想让小朋友去比较快乐的认识这个语言。那你一开始怎么会启发你这样子的念头？他们对于课语也半懂非懂，但是透过这种教学，我觉得其实蛮有意义的。老师，今天我们还要再教观众朋友一个客家词，就是表演。四线的讲法就是表演，没错。像老师做的呢，这就是一种艺术表演的工作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跟着老师认识这个掌中戏，还有布袋戏。透过这样的方式呢，带着小朋友认识、学习客家话，真的让小朋友学得非常的开心呢。当然喽，今天小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客家话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布袋戏，布推戏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表演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习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：我小时候最爱看布袋戏。我細個時節超好看布袋戲。哇，其實客家話的傳承啊，有好多種方式。透過這樣生動的方式，真的讓大家印象很深刻。好了，我們下次再見嘍，拜拜。